Woody 廣場非比尋常，今次就同大家講下廣東麵嘅故事。有一段時間咧，大家都去討論呢個香港嘅車仔麵。咁無疑車仔麵係好多香港人童年嘅回憶啊！咁甚至係香港街頭美食嘅一個特色。時至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喺好多鋪頭揾到呢個車仔麵嘅。咁我就喺AI 上邊揾到一份資料，咁佢就話呢個車仔麵咧係源於香港50年代初期，由於中國內地有好多難民走嚟香港，咁佢哋為咗生計就推車出去買麵食，咁就形成呢個車仔麵。咁以下落嚟講嘅一段説話咧，我冇經過好科學嘅驗證，亦都冇經過好嚴謹嘅 fact check， 純粹係我自己個人嘅童年記憶。一啲紀念啊，一啲以往嘅經歷而講出嚟嘅一段説話。咁首先講翻 AI 先啦。咁 AI 呢個解釋咧，其實我就覺得佢嘅解釋係太過籠統啦。亦都我個人覺得唔係咁準確，因為喺50年代初，除咗因為國共內戰咁不斷有好多難民走嚟香港之外，其實佢距離二戰結束亦都唔係好遠。咁所以當時嘅香港社會係一個百廢待興嘅時代。咁好多貧窮人士咧，為咗生計咧，咁佢哋又出街去擺賣啊，做小販，呢個好平常嘅事，亦都好多行業，唔單止係麵嘅，甚至係其他食品啦、日用品啦、服務啊，甚至水果啊、衫褲鞋襪乜嘢都可能會係隨街擺賣咁去做生意嘅。咁所以又唔係一定係麵食嘅。況且嚴格嚟講，亦都未必係推車仔，因為50年代嘅初期，如果你用錢去買架車仔，又或者用錢去買啲材料翻嚟去鬥一架車仔，我相信價值都不菲。一般嘅窮等人家都唔會咁做，而更多嘅小販咧係應該孭住個擔挑，攞住2個竹籮就去隨街擺賣㗎啦。因為我好記得喺我童年嘅時候，60年代尾、70年代初嘅時間，我仍然見到呢啲抬住擔挑、孭住2個竹籮隨街買嘢嘅小販，而且我好記憶之中咧，就係一個賣滷水美食嘅檔口。咁佢係一個擔挑孭住2個竹籮，後邊嘅竹籮就一大堆食物，前面嘅竹籮就一個細嘅砧板，咁然後一把細嘅菜刀。賣嘅咧就係啲街邊滷味墨魚啊、雞腳啊、雞腎啊、豬生腸啊諸如此類嘅冷盤。咁咧你就去到俾錢佢，佢就根據你賣幾多，咁佢用嗰把細嘅菜刀切俾你，然後用個牙籤篤住俾你食。咁另外一個咧，我仲好記得嘅就係我以前故居嘅樓下咧，佢朝早咧都隨街叫賣咧。係嗌醒咗我嘅，好早就叫賣嘅啦。我仲記得佢叫賣啲乜嘢，佢就係叫住磨鉸剪鏟刀，磨鉸剪鏟刀。係啊，佢係一個服務行業，係幫一啲家庭主婦去磨利嗰啲菜刀，又或者係啲鉸剪嘅。咁呢個係服務行業，朝早都嗌醒我嘅啦。咁所以嗰個年代仍然都已經有擔挑同埋孭住竹籮嘅小販。咁我自己覺得咧，車仔麵可能真係流行，或者大家好着意留意嘅時候，可能都係60年代尾、70年代初，咁或者就係呢個車仔麵真正發源60年代咁上下啦。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好記得我嘅記憶童年嘅時候咧，係開始喺呢個時候食車仔麵啦。因為佢每到咁上下時間就推車仔過嚟賣麵嘅。咁我仲記得我阿媽到時到後下午茶嘅時候咧，就叫我攞住個烹烹，即係嗰啲用石又或者用鋁做嗰啲外賣暖壺啦、飯壺，咁就落街到時到後去買呢個車仔麵嚟食嘅。咁呢個係我一個嘅童年回憶。咁我就覺得車仔麵除咗大家都知佢嘅特色就係好多唔同嘅配料，即係豬大腸啊、牛雜啊、菜啊、豬紅啊，
林林總總之外咧，我覺得車仔麵咧仲有兩個好重要嘅特色。第一個就係佢個湯係深色嘅，所以如果而家你喺香港食到啲淺色湯嘅車仔麵咧，就同我哋以前嗰種車仔麵就唔同㗎啦。咁但係我亦都唔係廚師，我唔知點解佢湯係深色，咁或者係鹵水啦，又或者係老抽啦造成嘅顏色。不過佢係深色嘅。咁第二個特色咧，佢一定係用麵餅。點解用麵餅咧？嗱，當時廣東麵咧流行嘅，咁仲有我哋成日食嘅雲吞麵啦，咁佢係用生麵嘅。咁但係車仔麵就用麵餅，因為點解咧？生麵咧佢係要靠新鮮嘅，過得幾日你再煮咧，真係冇咁好食嘅。而只有麵餅咧可以擺耐啲。咁你諗下嗰啲推車仔嘅街邊小販，好本少就希望賺到錢嘅，咁佢嘅成本咁少嘅話，佢梗係要一啲可以擺得耐嘅食品啦。咁麵餅就一定擺得耐啦。咁至於你話咁點解唔係一啲雲吞麵啊咁樣，而係覺得車仔麵喺嗰陣時流行咧？係因為我覺得60年代尾、70年代初咧，就好多廣東雲吞麵咧已經脫離咗喺街邊推車仔啦，已經入咗鋪頭或者大排檔啦。咁我好記得我細個嗰陣時，我嘅故居樓下咧就有一個大排檔係賣雲吞麵㗎、魚蛋粉啊咁樣嘅。佢咧就1950幾年開始做㗎啦。咁當時係咪推車仔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去到大概係70年代，我成日去食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大排檔啦。咁然後去到80年代，佢甚至係入埋鋪頭添。咁所以喺60年代尾、70年代初做廣東麵嗰啲，如果你有資本，亦都老字號嘅話，已經入咗鋪頭。而普通嘅廣東麵咧，咁就仍然會喺大排檔做生意嘅。咁所以剩翻落嚟嘅咧，就真係推住嘅車仔賣嘅，我哋叫做車仔麵啦。所以我覺得嗰段時間開始紅啊，或者被人認識嘅車仔麵應該喺嗰陣時開始嘅。咁講到呢個車仔麵，咁啊當然係要講下廣東麵啦嚇。咁其實我哋成日食嘅廣東麵即係雲吞麵咧，我自己覺得其實有兩種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咁純正嘅廣東麵，我自己覺得。即係真係可能廣州啊一帶流行啊嘅廣東麵咧，佢其實個湯底係深色嘅，即係好似我講車仔麵一樣。點解係深色我唔知啊，又係啦，我唔係廚師。落老抽啊或者其他配料或者大地魚係咪咧造成咧又未必，但係總之佢係深色嘅。咁呢種就係純正，我覺得係廣東麵。咁我最近睇咗一個紀錄片，咁就記錄一間做雲吞麵嘅老闆，佢就話佢用嘅湯底咧，除咗主要大地魚之外，佢仲落咗羅漢果嘅。咁咧，我自己嘅童年記憶，我就唔覺得啲廣東麵嘅湯底裏邊有羅漢果啦，因為羅漢果嘅甜味咧係少好特別嘅。如果你食得多咧，我覺得我自己嘅感覺少避避地嗰種嘅甜味嘅。咁但係我最近喺香港咧食一間老字號嘅廣東雲吞麵咧，我就食到呢個味道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呢個羅漢果咧都係近呢10零20年加入去嘅材料，而大地魚係我所了解嘅基本上必然嘅一個材料。咁廣東麵就係深色湯嘅。咁你又同我講啦，有兩種廣東麵咩？有。另外一種咧個湯底係淺色嘅。嚴格嚟講，佢哋應該係叫潮州魚蛋麵啊、魚蛋粉咁樣嘅。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呢個就係潮汕地區做嘅雲吞麵。因為潮汕地區最出名就係漁業，所以佢哋做嘅最多係魚類產品、魚蛋。所以你可以同我拗啊，其實潮州出名嘅係魚蛋粉，的確係。但係潮州咧，佢亦都會做埋雲吞麵嘅喎。咁佢哋亦都係叫做廣東麵嘅。咁但係你留意一下，佢哋嘅湯底就係淺色㗎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廣東麵其實都有兩類，一類就係潮式嘅，一類就係純廣東式㗎啦。咁另外關於呢個廣東麵，我又令我記得返我曾經拍過嘅一段片，
咁當年我就拍呢個電視劇，咁就拍到個男主角要煮廣東麵，咁就呢個男主角咧就堅持係煮呢個廣東麵咧係用上湯去煮。咁但係以我嘅認識記憶，我細細個就已經開始食廣東麵，我就覺得唔係嘅。廣東麵嘅煮法係應該用好滾嘅水去煮呢個生麵，煮好咗之後先至淋個上湯落去。咁或者煮嘅中途佢會淋少少上湯去調味。咁但係其實始終都係煮完之後先至落上湯嘅，而實際煮嘅時候係用大滾嘅熱水去煮嘅。咁但係佢係明星，佢堅持攞個上湯嚟煮雲吞麵，咁我冇辦法啦。佢話咁就咁做啦。咁大家都明白㗎，老闆係靠佢去賺錢嘅。但係導演阿甲拍唔掂，揾阿月嚟拍咯；阿月拍唔掂，揾阿丙嚟拍咯。呢樣嘢去到荷里活都一樣㗎。男主角仲要係賣飛嗰個明星大明星，係唔可以立亂換嘅。除非真係好特別嘅情況，即係令到嗰套戲都賣唔出，咁冇得講啦。如果唔係，一般導演就可以隨便換嘅。主要演員難啲，咁呢個係必須要我哋做呢一行都要認識嘅一個呢一行即係電視電影製作嘅一個現實。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咁下次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嘅題目啦。拜拜。